在关岛附近的热带扰动已经伫今仔日将做热带性低气压，今仔日到明仔载都会增强为风台。这粒风台是毋是会弄入来台湾呢？气象署讲爱看伊转北平的角度甲时间点。有个风台要形成，而且愈来愈往台湾。依照气象署预报，阵风台凤凰会向菲律宾东北的方向行，预计今仔日或者是明仔载增强做轻度风台。这段前面3、4天的移动的方向变化并不太大，但是之后甚至星期六、星期天到下星期一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台风中心70%的机会是落在这部分地方，主要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强弱。气象专家吴德阳观察欧洲甲美国模式。边界的路线拢伫咧台湾的附近北转，若无记路线无确定性阁真大。气象专家林定文也分析，阵风整体大气环境真好，未来有机会发展做中度风台到强度风台。所以要观察的重点，就是北转的角度。未来5天呢，准凤凰将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导引，稳定的往西移动。到了下周一抵达菲律宾东部海域的时候，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气压开始减弱东退，这时候台风呢就会逐渐的北转，高压强度的变化会决定台风的转向的时间以及位置跟角度。台湾风台论断分析，准凤凰上过台湾的时间预计伫11到13，假使高压减弱的速度较紧，准凤凰就会为台湾的东部外海上榜。不过高压减弱的速度若较慢，准凤凰对探过菲律宾了后才北转，会搁较外台湾。初十还有一波东北季风，时到敢会达成强盘效应的条件，拢爱个观察。不过秋台路线变动真大，民众一定要注意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